各位同学，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主日学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这一周知道我们的疫情警戒又要延长，有没有又觉得有点辛苦呢？雅茹传道跟大家一样，也开始慢慢觉得在家真的好久了，很想念大家。不过感谢主，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线上主日学，来和我们的朋友一起见面，看看他们为我们一起祷告，还有唱歌。那这个时候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好，那我们今天一样要来讲第4个瘟疫的故事哦。今天就一起来了解这段记载在出埃及记第5章到13章之间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法老王这样的人物。法老王那个时候是掌管整个埃及这片土地的一个大王，
甚至人民是把他看作神，他也把自己是看作神。曾经有一阵子，以色列人他们用难民的身份居住在埃及地。那他们住久了之后，没想到以色列人的人口繁衍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法老王看到以色列人这个不同民族的人越来越昌盛，他开始担心起来了。他怕这些以色列人会威胁到他的国家，虽然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或是计划，但这个法老王因为害怕，所以呢，他就进行了种族迫害的活动。我们说这个法老王他代表神，他就制定政策，带领整个全国上下来虐待、苛待以色列人，把他们像奴隶一样的使唤，而且让他们不停的工作，建造砖头。这样子的事情，上帝有没有看到？有。这一天，上帝就请摩西和他的哥哥亚伦，代表上帝的心去跟法老王谈判这件事情。他们去法老王的面前，跟法老王说：“法老王，求你让以色列的人们能够花3天的时间在工作上休息，然后去敬拜他们的上帝。”但是我们听到法老王，他却回答说：“是吗？上帝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放以色列人走！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会把以色列人放走。给他们工作，要叫他们做到流汗，这是因为他们信教的谎言所应得的教训。”好凶哦！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要这样子的对待他国土中的难民。上帝就降下一些警告的灾祸，来让法老王认识谁才是埃及这片土地的主。这就是我们著名的10灾。第1灾是当摩西的杖碰到水的时候，这些水就突然变成血了，吓死人了！那这样子的水还能喝吗？当然不可以。于是摩西再去劝法老王一次，法老王又不听之后，上帝降下了第2个灾祸，就是蛙灾。哇！埃及全地突然跑满了好多青蛙，从河里跑上来，跑到人的家里面，跑到牲畜的家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埃及王也吓到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要改变他的心意。第3个，上帝开始让全地，不管是人或动物身上都长满了虱子，那跳来跳去，抓起来好痒哦。但法老王想一想，又心硬了，所以第4个，上帝降下了苍蝇，让全地都是苍蝇。那太阳那么大的埃及，你要工作，但是却又被狮子咬，又被苍蝇叮，那真的是痛苦难耐啊。不过很神奇的是，这些苍蝇呢，都只飞到有埃及人的地方去，以色列人的地方却非常的安全哦。这是不是非常明显的让埃及的国王认识到谁才是掌管天地的主呢？但是当摩西再去跟法老王请命的时候，法老王的内心仍然是刚硬的，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开始降下瘟疫了。这次的瘟疫是发生在埃及全地的牛羊、骆驼身上的，所以这些他们日常要交通、要耕作、要食用的动物，竟然都长了瘟疫，好难过。接着是疮灾，就是人或动物的皮肤会长皮肤病、长疮，又有下冰雹，甚至这个冰雹还有一些火，这是很神奇的事情。后来又有蝗虫来把所有的作物吃掉，哇！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第2阶段降下的这4个灾祸呢，真的是让埃及全地哀鸿遍野，
但是，一样很神奇的，以色列人的地区，他们住的地方都没有事。但是到最后一刻，埃及王又觉得不行，他才是这块土地的主。所以在第9灾和第10灾，上帝分别降下了黑暗，还有把长子带走的灾害。那个时候，埃及全地黑暗了3天。当没有太阳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灯，只有烛火，真的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又陷入了更大的一种阴暗和恐慌。接着，上帝派天使来把埃及所有头生的，就是第一胎，包含人家里面的大哥，或者是动物生的第一只小宝宝，都杀死带走了。而当这一切灾害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家都非常的平安。他们的家在黑暗之灾的时候有光明，在长子被杀的时候，全家没有一个人丧命。我们常常会说，为什么上帝要用那么危险的、恐怖的10个灾难来警告埃及人呢？其实，这慢慢越来越严重的灾祸，是为了要让埃及法老王这些抗拒上帝的人认识谁才是这块土地天地的主。而以色列人，他们也从这些事情身上一开始不是很认识上帝，但却也一件一件的知道，他们从外在环境到身体的财产到生儿育女，没有一件不是上帝在保护他们。愿大家一起一次比一次更信靠我们的上帝。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首雅茹传道小时候很喜欢听的歌，现在我听到还是觉得很感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When You Believe。Many nights we've prayed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 In our hearts a hopeful song we barely understood. Now 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ew we could.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In this time of fear, when prayers so often proved in vain, hope seemed like the somber birds too swiftly flown away. Yet now I'm standing here with heart so full I can't explain, seeking faith and speaking words I never thought I'd say.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hard to kil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when you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你用好多的方式来让埃及的法老王，还有以色列人来认识你所掌管的天地万物，还有你怎么样在万事万物当中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环境、财产、生命，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恳求主，让我们这样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信靠你、顺服你，而且聆听于你，帮助我们在瘟疫快要结束的日子，坚定自己的心，而且知道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使我们在这样的时段里面，能够更多的来荣耀你、依靠你。谢谢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周见喽。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大家仍然一起奉献。我们可以把每周所预备的这一点点的金钱，在疫情结束之后拿来教会，然后跟上帝说，这是我们每一周预备给他的，表示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们也献上我们微薄的心意来谢谢他。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是给我们阳光，谢谢你是给我们雨水，谢谢你是给我们空气，谢谢你是给我们富强教会，又谢谢你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小孩，谢谢你
小孩祈求你，在新冠肺炎赶快离去，我们才能去不讲教会敬拜你。小孩奉献，求你喜欢收下。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求主耶稣赐下智慧，让孩子过一个充实、健康、有创意的暑假生活，并保守看顾孩子在暑假期间一切活动和安全。也求主耶稣保守看顾家里每一个人的呼吸道，不被病菌感染，有个健康的身体。每天都有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也求主耶稣医治的大能，让每个人打完疫苗身上都有抗体，没有副作用的产生，更没有人死亡。也求主耶稣赐给医疗人员智慧跟平安，让他们可以医治更多病人，并透过他们彰显的大能及慈爱。也求主耶稣你的恩典，让你在台湾这块土地，让疫情快快结束。孩子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都医治。替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15章16节，人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